今天又来苏州市区觅食了啊！苏州的杨梅呢已经上市了，今天去买点新鲜的杨梅，就在前面这个路口，每年都会有。哎呦，这个杨梅怎么卖的13一斤，多少啊3块？13啊？要不要买点？15块13，要不要？我看一下啊。米老奶我拿去给，米老奶我吃完。钱都给他太久了。金玉啊，这个多少啊？吹炸了吧？老爷们是吃盖，我都来了，老人让你给我做那么盖哇？这不盖给我的，那挺好搞的。哎，然后这个妈妈送，大家一买来做。这个黄梨，黄梨的，对。这黄梨多少钱一斤？这个15，这15呢？不要，这个你价格卖的贵啊。那说就是贵呀。我再看一眼。啊，这个个头还。刚刚来了呢，杨梅。刚刚来了，怎么卖的哎呀？15呀，15，人家卖12了。你看我们的杨梅好吃的妹妹，那小筐的不多了。人家12啊。要买多少呢？我自己吃的呀呀。你看好。啊，甜的了，现在上不上？你尝一个难看的，甜的嘞。尝一个难看的，我不买没关系吧？我尝了别的都不买。不要紧。就你看你吃酸的，你就买甜的。这款最难看的呀。哦，最难看的。有的人要吃酸一点的，你吃嘛。我尝一下。那我蓝吃的要好。这个还大一点。这个有拿甜的啊。这个我吃还可以。这个还要甜。这个还要甜。蓝色的。蓝色的怎么？蓝色的也是这么甜的呀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甜一点的，我买这个大了。13块吧。这个。人家卖12。你买多少？我自己挑了2斤吃。哦，这个点的嘞，妹妹啊，真的好的嘞，刚刚到了呀。帮我称一点啊，杨哥，好一点。你能这款？那这个你12的嘛？哦，好的嘞，这款这个是蛮好的。应该咋的嘞？你可没有分给呀？那个好2斤好了，杨皮子刀。皮子刀，咱们全部都来了。别的嘞，好吃我再来找你买。好的。昨天的一大早才是往山上去的呀。你在哪里种的？山上是啊。几十颗。看谁种的？几十颗的啦。不可能才来下雨。2斤呢？13块。别的你吃一个。我们家徐总用了一点盐水在泡着呢，还是有点小虫子的，泡一下就好了。